哇！我哋足足有600幾日冇見啊，終於都浮翻上水啦。咁所以我哋呢條片就主要想分享下一啲嘅近況啦，咁包括主要講下我呢1-2年失蹤就準備考 DSE 嘅一啲心路歷程同埋建議，同埋再略略概述下自己嘅計劃同埋目標，同埋以及未來拍片嘅一啲方向嘅。咁 OK，咁就廢話少說 ，Let's go！咁首先就係點解會放棄 YouTube 咧？咁樣回想起，因為我當年都真係一個幾不堪回首嘅經歷嚟嘅。咁大概係我中4嗰陣時啦，我太過沉迷 YouTube 啊、IG 呢啲 social media， 咁就冇心向學。咁當然成績就非常之差啦。咁到呢個時候，阿媽就非常之擔心我嘅將來嘅。咁一方面驚我入唔到 U， 同埋第二方面都揾唔到工嘅。咁樣所以就開始為我嘅前途着想，咁就要求我重新專注翻喺學業呢一方面啦。而與此同時都幾好彩嘅，就係我嗰陣時開始生性同埋知驚，咁樣所以同埋都會有發奮嘅心理，咁所以就暫時放低咗呢個拍 YouTube 嘅興趣，咁就嘗試從學業嘅谷底嗰度掹翻自己上去。仲記得我當時比較弱嘅科係 Cam 啦，咁所以我都擺咗幾多心力落去呢一科嗰度嘅。咁每日都有 keep 住喺 iPad 嗰度背 notes 之餘啦，咁又會問一個而家讀緊中大嘅師兄好多問題咁樣，就心諗會突然考好高分，跟住嚇翻老師同同學一跳啦。但係結果最後都幾失落嘅，就係付出咗咁多心血嘅考試，到頭來都仲係比平均分低咗10幾分嘅。同埋我當時都補咗幾個月中文，都只係得寫作卷好咗少少，所以其實都幾受打擊，即係都有消沉過同埋絕望過，認為自己咁俾心機讀書係咪真係有回報嘅呢？喺呢個谷底嗰度纏繞咗好耐，都真係需要隔一段時間我先意識到需要改變。首先我問咗啲同學嘅建議，咁佢哋都俾咗我一啲意見嘅，就係要操多啲 past paper 啦。於是我就當然每一科都好快走磨叉咁樣做啦，甚至連一啲未教嘅都做埋嘅。咁樣其實都有短暫嘅進步，因為我當時 Cam 老師係比較多出翻炒嘅題目嘅。咁而嗰一次 term test 有一題，佢嘅出發係同 DSE 非常之相似，變相成條 essay 題我都係差唔多做過晒咁滯，跟住結果就好唔容易掹到翻全級前10。咁其實嗰下都幾開心下嘅。不過我就唔明點解其他科都係咁搏命，但係就係冇進步咧。尤其是我當時比較擅長嘅數學啦，咁都跌到得翻4-5成嘅分數，而 M2 更加係交白卷咁滯，咁所以其實非常之唔甘心。咁所以我考完嗰下我都會逼自己爽操翻啲 M2。咁由1-2年嘅舊試題開始操起咁樣，但係都操咗幾日，大概去到1-5年左右，我就徹底改變咗諗法，就作出咗一個自己認為必要嘅選擇，就係決定作 M2 啦。你可能會想問幫唔幫到，但係其實我覺得都少少幫到，因為當時開始我就有更加多心力去到溫其他嘅科啦。咁尤其是我每個禮拜都可以作到一篇中文同英文嘅作文咁樣咯。咁所以成績都開始穩步攀升啦。仲記得去到中6嘅有一次週會堂啦，咁我收翻中5最後一次 exam 嘅 predicted grade 嘅，咁發覺自己個 best 5係啱啱好夠入大學嘅水平，其實都幾感動下。因為細個開始，大概中4開始都未試過去到一個咁樣嘅 best 5咯。尤其是中文同 ICT 係進步到 level 4嘅，都非常之開心。咁我堅信其實努力都係有回報嘅，即係起碼。但係 physics 嘅唔合格同埋之後嗰次 Cam 都退步翻少少，都令我重新開始審視翻自己學習嘅方向。就諗緊其實係咪齋操卷會有啲 concept 係遺漏咗，或者根本未融會貫通得到咧咁樣。咁所以我之後都覺得靠自己嘅力量其實都未真係可以改變到呢一切，同埋都考慮到 physics 係真係有一 part 係甩得特別嚴重，咁所以都決定咗要去補第2科就係physics 啦。咁我當時就補小馬嘅，都係一個幾出名嘅補習佬嚟嘅。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？咁樣佢都係會好層層深入咁樣逐個 concept，即係例如你力，你係有咗個力，你先會有加速度，先會有嗰個移動咁樣。即係佢係好分層咁樣去到讓你唔明就解到明嘅咁樣嗰種實戰型嘅 tutor 嚟嘅。咁樣所以得到佢嘅教導之後，我隔咗一排都開始 master 到一啲原先完全唔明嘅 concept 啦。咁尤其是係一啲 E-feel 啊 B-feel 嗰啲 concept 係我完全唔熟嘅，咁 which 我覺得係非常之見效咁樣，對 physics 呢一科產生翻自信之餘，更加明白其實係操卷唔
係真係絕對，而係融會貫通先至係更加重要。所以從嗰陣時開始一直到 study leave 啦，咁我都係主要温翻一啲校內同有效嘅mock啦。咁慢慢先發覺，與其逼自己操晒30年嘅3個公開試都好啦，倒不如腳踏實地咁樣，即係温翻一啲你曾經錯過嘅嘢，係仲更加見效。因為你唔單止好難 get 到個答案背後嘅邏輯，你仲要逐字逐句咁樣背晒啲 marking，其實係非常之困難。所以 therefore 我會認為咧，你 DSE 只能夠作為一個輔助去到測試下你係咪真係掌握到嗰啲 concept， 而你真正要做嘅就係由頭到尾去到理解翻你真正學過啲乜嘢內容，咁樣先至係最見效嘅，同埋即係可以好針對性咁樣彌補翻一啲 struggle 咗你好耐嘅缺漏。同埋仲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要問下一啲識嘅人，因為我當時有約老師喺學校嗰度傾作文嘅，跟住變咗實用文一開始冇方向，到最後係開始捉到路，即係起碼知道點樣拓展同埋點樣引用資料咁。而且我亦都有跟一個中大嘅師兄學數學啦，咁佢舊年考到個5星星嘅，咁樣所以我每次都好把握機會去問晒佢各種嘅 MC 同埋答題策略啦，咁樣係真係每次都會醍醐灌頂。咁所以無論老師同朋友都話啦，咁樣就即係千祈唔好吝嗇去問一啲有實力嘅人，因為佢哋通常都好樂意去教你之餘，而且你仲可以解答到你嘅疑惑，仲可以順便問埋一啲過來人嘅經驗或者策略咁樣啦。即係例如嗰個師兄佢考5星星呢一份卷嗰陣時，嗰個心態同埋戰術係點樣？即係問呢啲其實都非常之有用，因為都可以幫到自己改善成績。而其實都受咗好多恩惠啦，咁都話咁快去到最後階段。咁當時第一科就係考中文啦，咁而喺考最後嗰幾日，媽咪都好肯陪我去到每一日温一篇嘅範文嘅。耐唔温即係都容易唔記得嘅，因為其實我之前都做咗幾多練習，同埋補習都有教過啊，有 test 過咁樣，跟住我都以為自己已經接近滿分咁樣，都熟得88、99咁樣。但係之後媽咪同我温翻先發覺，其實即使係大熱篇章，就好似今日論人咁樣，其實都好多唔記得晒。咁所以再温翻先記起嘅。咁所以即係呢個俾我睇得出，其實就算你温幾耐都好，你到臨考嗰下你都要 recall 翻嗰啲 memory， 咁樣先確保你考嗰陣時可以記得翻晒啲嘢，有一個最佳嘅發揮。咁所以去到 DSE 嘅最後一日咁樣，媽咪都有同我翻温下所有大熱嘅範文啦，同埋實用文嘅格式嘅，仲記得嗰晚。咁跟住就等第二日嘅發揮啦。咁而我考 DSE 嘅經歷就要等下一條片啦。咁所以到呢度咁又再提翻大家記得撳翻個鐘仔，因為今條片同下條片係非常之銜接。咁樣你睇完今條片，咁你睇下條片，你先會睇得安樂。好啦，咁就講完我準備 DSE 嘅故事啦。首先我就會有3點建議嘅。咁首先就係你唔好因為害怕失敗而放棄。咁其實因為每一次失敗都係俾你一個改進嘅機會，即係你試諗下，你犯錯咗，就又好似一個落腳點咁樣，俾你知道喺下一步應該要點樣行。咁所以其實我嘅建議會係，你要珍惜每一次失敗嘅機會，喺下一次同樣嘅事情裏面，你避免犯呢個錯誤。咁就已經係最大嘅進步。第二個建議就係將眼光放長遠少少咯，就係你可以想像一下你考完或者放榜嗰時問心無愧嘅情景，跟住咁你就會令到你唔會再咁 focus 喺呢啲短暫嘅痛苦之餘啦，咁仲會發咗一個無形嘅動力，令到你温書嗰時覺得輕鬆啲，同埋可以堅持到落去。最後一點建議我都係覺得係最重要嘅，就係你真係要好感激身邊願意扶你一把嘅人，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其實你讀成點都唔關佢哋事㗎啦。但係佢哋如果真係願意幫你嘅話，咁就一定係一個發自內心願意關心你嘅人。就似嗰個主動搞數學嘅師兄咁樣咧，其實佢都好被動、好內向，但係佢發自內心想我數學進步，先至會克服呢種性格幫我補數嘅主動。所以呢種人係真係可遇不可求嘅咯。咁如果你遇到嘅話，咁真係要好好珍惜。咁到最後再分享下我目前嘅一啲計劃同打算啦。咁首先個人方面，我喺度學緊一啲唔同嘅技能，就例如烹飪啊或者攝影咁樣啦。咁唔單止係非常之實用啦，咁仲可以陶冶性情嘅。咁樣所以之前已經一直想學啦，同埋都打算未來考下啲證書啦，咁樣攞下各種各樣嘅資格，咁就為自己打開啲更加多嘅出路。都期待咗好耐，但係而家終於都有機會啦，咁所以都非常開心嘅。咁至於拍片方面，咁到而家都考完 DSE 就累積咗唔少嘅讀書心得啦，咁樣
所以未來都會拍一啲類似呢啲學習分享嘅影片嘅。咁同埋我相信在座都比較多中學生觀眾啦，都應該會有共鳴同埋有興趣嘅。咁同埋再加上我之前都講過喺度發掘緊唔同嘅興趣啦，咁所以期望到時都同大家分享更加多。同埋我亦都唔會放棄以往嘅 vlog 啊、短劇啊、挑戰等等嘅題材，咁就務求繼續營造到一個多元化嘅頻道。